来关心台中的消息，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的补选，即马正甲当日昨办这个电视政见的辩论会，5位候选人代表哪力阵营，颜宽恒甲林静怡，双方是你来我往。颜宽恒讲，这个主疫苗不良反应的案件一直增加，因过受害救济审议小组成员却是完全失灵。伫警提这林静怡无用上这个政论节目，那林静怡是甲回讲，颜宽恒家族有强大的势力，动员的力量甲背景拢甲一般，唔是一般的政党会使比的。这个辩论说，林静怡甲家己拍80几分，颜宽恒呢，伊嘛认讲伊本身表现了袂歹。交通建设过去停顿这么久，前一位立委在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帮忙推动，后来愿意推动的陈柏惟委员又被罢免。我相信只有我当选，才有机会继续推动下去。林静怡要完成单票唯要未做了的代志，唔过换着颜宽恒随攻击单票唯。这位年轻人恣意忘我，沉浸在权力的傲慢，大放厥词，哗众取宠。频频出现在镁光灯前，却消失在地方的巷弄之间。中二选区立委补选电视政见辩论会，那日双方人马激烈交锋，其他3位候选人嘛拢有准备。不过林静怡和颜宽恒有那伫辩论场你来我往，路场嘛继续交锋。他所提出来未来的远见，其实你看不太到他未来到底要为地方做什么。他觉得人家检视他的那个都是本于实证，可是他都用片面的资讯来对我做攻击，我觉得很遗憾。你是当选，他成为什么？他就是立法院的一个数字，一个投票的机器。他有办法违背蔡英文总统的意志吗？双方配合微当，直直质疑对手，不过对家己的表现感觉会使提几分。非常多的支持跟协助，那我想我们80几分应该是有啦。100分来说的话，大概几分？都不错了，谢谢。其他候选人除了表达对政策看法，嘛有人用唱的来加油。善意的笑语，淅沥沥，淅沥下。中二选区立委补选会伫明年1月7号举行，5位候选人嘛把握机会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。